好多人咧都會用手機同埋 DC 咧影片放上網噶，不過咧有啲又拍到又震又朦，有啲咧又完全冇內容喎。作為潮人啊，梗係唔可以咁好要求啦，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專程揾咗拍流動影片嘅新加坡導演嚟到教大家點樣拍。Lionel 經常去到世界各地拍攝流動影片，仲攞過唔少國際性流動影片嘅獎項。佢最近啊仲專登嚟咗香港，擔任第一屆香港流動影片節嘅嘉賓。佢話拍流動影片呢，由題材去到攞鏡位都好講究㗎，一啲都唔可以馬虎。個 point of view 就係講你做得攞呢個 point of view， 攞呢個mobile phone device 拍呢啲好 intimate、好近、好 close 嘅 subject、好 close 嘅 story、好 close 嘅一啲idea。Lionel 仲話，由於而家啲手機呢，大部分都有藍牙同埋 WiFi， 可以隨時隨地將啲影片 send 俾朋友，令到流動影片就越嚟越流行。其實要拍攝流動影片，器材可以好簡單，只要有部手機或者 DV 就可以拍出連專業攝影機都拍唔到嘅角度，好似自拍咁就係啦。如果你部手機入邊仲內置埋剪片軟件嘅話呢，咁仲可以 DIY 製作啱自己心水嘅影片。由於流動影片越嚟越流行，所以香港就舉辦咗第一屆流動影片節。大會負責人就話：呢類電影節喺外國已經舉辦咗好幾年㗎啦，而且仲非常受歡迎。俾一個手提電話嘅流動影片咧，佢可以好個人化、好 target 咁樣咧，係俾一啲電影係俾嗰啲個人去睇。咁譬如話，有啲人中意係睇高爾夫球，或者係有啲人係好中意睇足球。咁呢啲嘅流動嘅影片係特別係針對咧，係呢一啲人嘅個人喜好咧，係可以係有一啲小品嘅影片出嚟啦。依家不如睇下 Lionel 嘅作品先啦。